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超市太卖场一件件的开，不过爱卖猪肉，轨道乡亲可能还系个好去传统市场，个现吃嘅温体猪肉，唔前见过感觉会过期，还是得眼看啊弹性用呢。台湾猪肉有七成都系像安尼，喺传统市场用温体肉嘅方式来卖。不过专家讲，半夜吃迄个差多猪肉摊都卖本消费者。上群数已经系见过嘅肉嘅10000倍安多哦，比马桶还个欧洲，讲安全卫生怕会有问题。农委会都规划明年6、7月的传统市场猪肉摊会开始控制温度，会整冷链物流系统，如系能吃下迄个猪肉，也个查猪肉嘅茶味都摊呢，都由人从食品来标，也对台湾猪肉卖嘅方式来讲，系一定大嘅改变。其实美国100年前、日本40年前都冇食温体猪肉嘅。台湾慢慢那会开始做嘅生鲜肉品嘅现代化政策，送嘅提土毛猪肉摊贩係用嚟看嘅呢。按多消费者認為温體豬肉能好安尼嘅觀念要改嘅係下，來看安尼嘅報道。愛皮愛醬，看愛豬肉嘅菜式。所以講出要求，調價隨照得唔講嘅設計豬肉本也係傳統市場能有嘅服務。就覺得這手工我們可以要有粗有細，你可以想你想要的東西。那到超市，它就是用機器切，你看到都是一樣的東西。該當然後期傳統市場該豬肉，除了較清顯外，還認真係現吃嘅温體豬肉，係消費者心肝頭度一等起一等讚美豬肉。你看那个是不是按下去，有弹起来，有没有？啊，这个是直接宰完了送过来的。那我本身会煮一点菜，那所以说我宁愿会来传统市场，他们都会有好料。唔過照專家聲音，温體豬肉標題幅度温度30度卡價，標10點鐘，產權數就會來到1000萬安多，其實一種問題。從屠宰場一出來的豬是很乾淨的，那我們講說它的生菌細菌數是10的4次方，但是等到它到了温體攤的時候，它的細菌數已經是10的7次方了。那這個細菌數是温體肉是這個我們剛剛屠宰出來的這個肉的超過1000倍以上的髒啊！一般家庭的馬桶，它的細菌數只有温體肉的1/1000。照統計，台灣豬肉大概有3成係賣到超市，係用冷藏食品來賣；7成係賣到傳統市場嘅豬店，講係温體豬肉。台灣嘅天時暗熱，食品暗重，此後嘅豬尾體上温下，再上最下，實在唔合乎食品衛生安全嘅要求。農委會規劃最近106年、6、7月嘅傳統市場嘅豬店，就會建議控制温度嘅時態，愛建立冷鏈物流系統，豬肉對屠宰運送嘅茶味到傳統豬店就愛有冷藏食品。希望改變大家買温體豬肉嘅習慣，也下規劃對6度來做稀釋。從屠宰、運輸還有販售3個地方共同來做。那因此呢，我們在考慮到從下游肉攤的一個改革的過程之中呢，必須要讓他先了解你能夠接受用冷藏，而且要有一個臥室的操作的台面，冷藏的操作台面，來讓他們來做一個客製化的一個分切的一個工作。那因此呢，我們會以這個一般的公有市場，也就是有室內的公有市場的肉攤為最第一階段的一個示範的一個開始。按多年來，前多人講買賣温體豬肉嘅方式同觀念都會改變。事實上，做出有豬店調價帶頭做稀釋，也看睇天母市東市場嘅豬店調價起價400萬元，買嘅一台比人還較高嘅冷藏展示區。可以接受，因為這邊的消費程序比較高檔。這邊的消費者他現在都是年輕化，他 OK， 可是你中南部的話，他還是一些阿姨輩的，他們可能就無法接受，而且中南部的市場他們是早上，那我們這邊市東市場的客群啊，有些是上班族，他下午3、4點之後才來購買，所以他們都能接受
肉品放在冷藏柜。泰嘎对了卫生方面呢，当然很注重哈，所以对了我们天母的推广的方面呢，那个冷藏设施大家是很需要的哈。本土食品提付2土到5土当中，特产业要加出3000到4000元的添料，就是味道要维持现吃猪肉肉质的吃。后生的消费者会接受本国的猪肉，不过有的较老者就唔接受，调价券可能一片，还係本從調白用的摊等來賣。不敢完全全部都放冷藏柜，冷藏柜有些老一辈阿姨他们还没办法接受，他们早上来就是要摸在外面的肉品，他要去挑选。那个肉呢，3更半夜10点钟、11点就屠宰了，放在那个地方放到中午，气温这么高，死了10几个小时都没有冰，然后我们再把它买回家冰，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消费习惯哈。有的消費者還係買慣的本地豬肉，韓國冷藏食品添料都增加倍賣豬肉嘅本錢，自家出錢加買冷藏食品嘅業者大怕講，要背下來推行更怕有困難。如果我直接這樣子的話，他可以接受，那我就直接這樣子啦。那你要讓我整個都更新的話，那個費用太高，我可能不會考慮。那我們的客人都會接受我原來的這樣子就好了，我不需要說要配合政府那樣，因為我們那個設備那麼貴，誰要幫我們處理？考量它的成本，因為現在的豬肉都是低價銷售給消費者啦。那你如果電費加進去的，勢必你的豬價一定要提高嘛。那其實我們市場裡面的豬價跟你外面的豬價其實售價都差不多，所以你相對你要再增加成本的話，也要考慮到消費者能不能接受。除了考量成本以外，韓國有調價經費條件講，要做到農業費要求嘅豬店行做清愛加裝崩潰，要剁豬肉也掉，變那貴唔離片。整只豬下來要解剖的時候，那個框框在，那個豬有大有小，你要怎麼擺進去？豬弄好回來的時候要下的話，比較不方便。他们一直认为操作不方便，然后他们習慣是跟顧客面對面，所以他中間架在那裡，他會覺得好像跟顧客之間的有一個隔絕。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啊，其實是不是有的時候怕電費省電費啦等等，保養不易啊，那些都是其次的。那我覺得這個大家目標一致呢，這個還是要跟傳統的肉攤我們要繼續溝通。農委會按算用4年時間，19億元來推動國產生鮮肉品現代化。目前台灣的豬肉屠宰場大概60場，在送伺候為豬的一差別大概有800台。全台傳統豬店大概12000人嘅管理單位要分別係農委會房檢局、衛福部、經濟部。係講貴嘅豬肉買賣要用溫度來控制亞的物流，是才冇按規。那冷鏈呢？它必須要從屠宰端到運輸，到最後到肉攤，它都要有冷藏的一個設施，才維持它最好的一個豬肉的一個品質。那農委會也開始規劃，要把傳統市場它的一個販售體系呢納入冷鏈的一個範圍。當然，這裡面牽涉到一個消費習慣，還有這個整個運輸過程的一個傳統性的一個改革。為做到安泰嘅改變，挑戰幾多，豬肉食起來嘅口感同衛生安全之間，農委會希望都顧會到，整體前後在研究最適當控制溫度嘅條件。要兼顧二者，是不是現階段常溫的一個運送，跟維持3到7度C的冷藏運送中間，是不是有一個可以大家接受的溫度？那現在農委會也請相關的一個肉品的專家來做研究，透過研究告訴我們最適切的溫度是多少啊？是不是可以提高一點到10幾度就可能可以，還可以兼顧到二者？那這個是未來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在一個好的條件底下，冷藏溫度底下啊，那包裝良好這樣，那不要有太高的這種生菌數，那這個時候你冰個3、4天、4、5天，它一樣可以跟
你温度比较高的，我们讲说温体露的口感是可以一样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它本身蛋白酶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熟成的这个作用。其实国内有肉品商在20年前就建立了完整的冷链系统，以冷湿度调整前于暗部伺候为主位，为到降低肉质变坏。这条主位能吃下好，含有37、38度按高温，等等就爱送到去冷湿，等其温度共有5度边内，能做得团热辣辣开来。工作人员归实数票价下去，分切长度分做3部分，各做各的，就前中后分段分别处理，前腿、背囊、后腿，对票价开来做包装，就可以睇温度15度来完成。韩国也当中工作人员数目一时限，爱改减半，就是爱目比编制。因为我们要注意肉品的温度，基本上我们是要在肉品那个后腿中心温度在5度C以下开始分切，还要保持在分切的时候保持在7度以下。所以说我们从预冷室推出来开始分切，第一刀下去到最后面包装打包，大概平均一头猪在10分钟以内要处理完成。这个猪杀好这个温度，大概差不多有38度所以它那个生菌室最起码1个小时是繁殖1倍的这个冷藏猪肉呢我们是把它降到5度C 以内才来做分切，还有这个分切的空间都控制在15度以下所以这个生菌室最起码应该不会1天才会繁殖1倍，所以这样这个生菌室比较不会超标，又加上这个冷藏猪肉呢这个不管是那个屠宰这个艺能降温或是那个运输的这个货车都是有这个这个冷藏的设备，所以这样有办法保持了这个猪肉这个新鲜度。喺国内最大嘅天宰猪肉商陈桂群20年前就改太出数4.2亿元来做冷链设备，表出冷藏冷冻猪肉市场有3上暗号嘅胜利。喺台湾总共有2000冷链嘅客户，嗰所是按把关个要求，事实上用冷链来保存肉皮有益重要嘅。陈桂群30年前就提嘅。这个政策是对的，但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所以还是喜欢买这个温体猪肉，所以吹起来推广起来比较困难点年轻人现在这个有到国外去观摩过那当然回来他们买东西通常都会到那个肉品专卖店或是到超市去买猪肉，所以也比较容易。所以虽然推广起来很困难，但是我相信方向是正确的。消费者有没有从小好好受到食品安全的教育，对食材的认识，这个部分是政府其实可以从教育去努力的那不然的话，现在在教育消费者的是什么人？是肉摊的老板，他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部分的这个知识到底有到哪里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去考虑。所以为什么消费者会一直搞不清楚这个状况？对买惯温体猪肉嘅消费者来讲，短时间内要改变饮嘅习惯怕艰难。不過後生人較接受嘅得並高温容器，等等時代經改變，工業天天嚟改。韓國由政府政策來推行，做慢出位磨合温體豬肉。